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7月20日，无限赛局的神同在，人心要对了，才对得上。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我们祷告的 RPG 金句记载在诗篇66篇17跟18节。我向他求援，我也向他唱颂赞的歌。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我。在儿少文学的书籍里面，有这一本畅销的书，它叫做《傅声湖大战十字架》。书中主角于婷婷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认为亲爱的上帝总是有求必应，但他的同班同学黄凯杰不仅嘲笑他的上帝，还随身带着一个好笑的护身符，相信护身符会保护他。你挂你的护身符，我拿我的十字架，到底谁的神最厉害呢？儿少青年到底能不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成年的我们是不是一生都在追寻我们怎么更认识上帝？我们能够找寻这样的答案吗？今天我们来到了撒母耳他第4章上的第4章。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怎么样来传遍呢？我们来看，因为有一个不是太好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前2章我们其实已经听到神对这个以利家的预言而今天的经文就要讲到这个应验了这些的事情。今天其实这些应验的事情都不是一些好事情，但我们却学习到我们的主因着爱的缘故是管教会跟审判的，那么使我们来学习。因为我们看到是很痛心的是神何以会让约柜被掳走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跟非利士人来征战，一开始就记载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他们打战，而以色列人在战败之后回到以便以谢的营中这个当中的长老竟然建议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这个想法或许是参照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的那场战役。那时把约柜抬在战场上是上帝所吩咐，但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发现长老并没有求问上帝，擅自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打发人到示罗，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了。约柜的柜的这个字在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我们数一数有几次有没有12次呢？我们数数看很明显的这一章呢，这样讲一个主题，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来形容约柜，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它是这个第一次。作者大概是在暗示，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对约柜的期待期望。他们原以为那一位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大有能力的耶和华必定会为他们打胜敌人当然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也跟着约柜一同到来。当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的人大声欢呼，地也震动，他们以为这样战争必胜无疑当非利士人得知约柜到了以色列人的营中，他们也很害怕，他们大喊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遭殃来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他们认为这是这些，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位而已哈。他们对希伯来人的神是否有一些认识，但不是那么完全的认识，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但他们害怕当中，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反而奋勇作战。结果以色列民大败，四散而逃，而何弗尼跟非尼哈都被杀，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啊。因着这件事情，神对以利家的预言就应验了。我们记得吗？在第2章32节有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到了今天，我们就看到约柜被掳走，示罗也不再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在2章32节继续也说到，在你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人就是强调以利死时98岁，年岁已经老迈，像是在暗示当以利死之后，以利家已经不再会有老人了。而在2章34也说到，你的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所遭遇的事情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同日而死。今天的4章第11节就写到他们两个在同一天在战场被杀。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经文心很痛啊，这个是战争所引起一连串的悲剧。上帝让约柜掳走，要告诉人什么事？除了以利家审判临到，神的预言应验了，神要告诉我们，要学习，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主权。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错误的以为象征上帝的物件就等于上帝的同在。哎呀，这太可惜了，也没有问上帝。更觉得是不可原谅的是，这位上帝无所不在耶。神说他岂不充满天地吗？然而有时上帝也会在独特的地方会幕但神不会被约束在这些有形体的。可见人对上帝的能力认识太少，错误的把上帝能力局限在这个象征上帝的这个物件上。我们把上帝信小了，上帝的能力既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圣物上，也不会局限在一个地区，他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上帝的威严和尊荣无可比拟就像摩西所颂赞出埃及记15章11节他说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这么有限，我们常以我们有限的人去想这位无限的神。当人把象征上帝的物件偶像化之后，这就不好啦。我们既也得罪了神，我们也不尊重神。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我们应该将神的尊荣在这个全地之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敬畏这一位神。怎么样叫敬畏我们这个敬拜的人真的是不要得罪神我们这个敬拜的人如果得罪神，神也管教，因为神因为爱的缘故，他必要管教，但我们听得见吗？今天跟以利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跟教导，给我们一个警戒。在无限赛局里面，神乐意与人同在，但人的心要对。人的心如果不对了，就是没有对准神，我们因着各种的行不公义，或者是我们有罪恶的事情，我们
人的心不对了，神那个赐福我们是对不上的，神的同在我们是对不上的。今天的金句里面，诗篇也告诉我们，我们向神求救援，我们向他唱颂赞的歌，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祷告，来禁食，来摇动神的手。如果我们忽视自己的罪，我们的心满心只有想神来帮我做事，而我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对得上神的属性。神是爱也是公义，所以他要我们也是爱与公义。所以如果我们忽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的。亲爱的大家，愿我们透过今天，我们再一次还有机会，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有重新的机会，因为他是恩慈的，就是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想错了，对错了，赶快回转。神说我们认自己的罪，他要赦免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默想以色列人处理约柜的方法和态度甚为偏差。我们服侍上帝的原则与方法，如何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呢？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心对准于神。如果是不对正，我们赶快来调整，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恩典，可以被神来充满的器皿，让我们一生一世成为可以荣耀神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透过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常常会变化，我们的心太小了，我们常常把主你想小了，我们也没有尊重你，没有荣耀你。主，我们恳求你赦免。主啊，谢谢你有赦罪之恩，让人知道你是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爱与管教与调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开始，而且我们要小心翼翼，让我们的心对准于神哦。神的恩典满满充满我们一生一世。我们明天见。